记住这3个 AI， 一个人就能开公司，员工个顶个的聪明。先来看威格尔，他堪称创意魔法棒，只需要简单2步，上传一张照片，再添加一个视频，奇迹即刻发生。照片会如同被赋予生命一般，精准模仿视频中的动作。近期网络上风靡一时的古风怼人视频，背后的神奇缔造者正是威格尔。关键是如此强大的功能完全免费，轻松帮你零成本开启创意之旅。再说说质朴轻言，它简直是视频创作的超级大佬。你只需要提交一张图片，输入精准的提示词，转瞬之间，一个独具创意、有望成为爆款的原创视频便新鲜出炉。无需复杂的剪辑技巧，也无需专业的团队协作，一个人一张图几个词，爆款视频信手拈来。最后是 TopView， 全球首款具备动手能力的智能数字人。做电商朋友们可要注意了，这是个宝藏 AI， 只要上传产品图片，TopView 便能瞬间抓住产品，以极其逼真生动的方式进行介绍，宛如专业的模特亲临现场。